屏东的茶社乡树中溪温泉是真出名，当地阁有一间免费的公共浴池。不过，即阵所传出有男性入去女性的浴池，公所表示这是去年11月的时阵，有一个目睭无好的时代，无小心补唔对的医官，是已经对伊提出警告。落尾公所也加强巡逻来改善。 这间伫8年泉源边的四重溪温泉浴景已经用30几年。最近南投浸温泉所在大广告写有男性进入女性浸温泉所在造成惊吓，也强调有同款的情形会报警处理，这引起讨论。啊，不过有当地人怀疑是不是误入。 进去那个门牌都写那么清楚，对，哈，这样那可能，所以可能会闯错。目睭无好，迄落是嘿。哦，人个就睡觉叫，这拢嘛有人。迄啦，因为迄拢搁隔一个门伫咧嘛，无啥物危险性啊。 路民讲误入的情形确实有，啊，不过门口就会互人阻止。公所表示，确实有人误入，啊，不过是发生伫去年11月。 这60岁老先生疑似目睭无好误入，好在迄时阵无人伫内底。 60、70岁，因为可能说有点失智啊，误闯我们女汤，我们市中区公共浴室的女汤，一进去马上被民众发觉，马上制止请他马上出来啊。他不会直接看到，对，他会要弯一个弯，还要弯一个。哦，跟男生不一样哈。男生就比较开放了。 公所表示，这对公共浴景门口有监视器24点钟监控，大广告是为避免其他有心人闯入，也加强管理员巡逻，避免佫发生这种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